家好，我是茂迪。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就是大熊猫的发现地邓池沟。19世纪，法国人戴维就是在这里发现了学术界首只活体大熊猫，引发了延续至今的全球熊猫热。100多年前，阿尔芒·戴维就住在我所在的这个房间。这栋深山里的建筑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了，而这些地板还保留了它当时的模样。现在这里已经打造为了大熊猫起源馆，展示着不少关于熊猫发现的珍贵资料。那个叔叔，您在这边工作了有多少年了呢？10几年了。在这边的话，平时来访的外国客人多吗？多，日本、法国都有的。熊猫它偶尔也要下山了，野生大熊猫我们只有上山去容易看到。再往山上几公里就是宝兴大熊猫保护站，这里一年平均会救助2到3只大熊猫。被救助的野生大熊猫在精心照顾后会进行原地放归。说起熊猫生活的地方，当地人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听起来非常有仙气的神木垒。神木垒在藏语里是神仙玩耍的地方，这里有参天的古树、翠绿的草甸、白云环绕的远山。这块高山草甸，当地人叫神仙坪。这附近的风筒寨就是经常发现大熊猫的地方。我一路追寻着熊猫，也追寻着四川的美景。在熊猫的家园，还有更多的神秘等着我去发现。这习惯认了的，他一般他要跑他的就这边折回到。他这个啥子？这个有点专业哦，这个是来干啥子的呢？